大家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我係腦袋，歡迎嚟到腦袋溫泉 Brain Onsen。以前細個嗰陣，夏天可能只係覺得熱，瞓覺開把風扇都頂得住。但而家呢，係又熱又焗，又突然間落勁大雨，成個天氣好似失控咁。其實呢啲唔只係你嘅錯覺，而係全球極端天氣真係越來越頻密，尤其係熱浪，已經唔再係普通天氣，而係可以直接影響人命嘅災害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詳細講下外國熱浪有幾可怕，佢點樣影響人類健康同城市運作，同埋最重要嘅，香港會唔會都受波及？開始前記得撳個 like， 訂閱埋我哋腦袋溫泉 Brain Onsen。我哋開始。先講外國，近年歐洲、美國、亞洲好多地方都出現過非常之高嘅高溫，有啲地方甚至錄到破紀錄嘅溫度，例如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希臘都試過超過45度。你諗下，45度係咩概念？即係你企喺街度，唔使5分鐘，皮膚已經會覺得辣，泊喺路邊嘅車入面可以熱到溶咗個軚盤。當你睇新聞見到40幾度，街上幾乎冇人敢出街，學校停課，戶外工作暫停，你可能會覺得好遙遠，好似唔關自己事。但其實熱浪真正可怕嘅地方，唔係只係令人覺得唔舒服，而係佢會直接影響人體，甚至攞命。而且你要明白，呢啲唔係1年1次嘅偶然事件。過去5年，歐洲嘅熱浪頻率係20年前嘅2倍幾。換句話講，佢哋唔係今年特別熱，而係年年都越嚟越熱。好，咁點解熱浪會咁危險呢？我哋人類身體本身係靠出汗同散熱去維持正常體溫。正常情況下，當你覺得熱，身體就會出汗，汗水蒸發嘅時候會帶走體熱，幫你降溫。但問題係，當外面太熱、太焗又唔通風嘅時候，呢個機制就會失靈。點解？因為空氣入面已經濕到爆，汗水根本蒸發唔到，你成身濕晒，但體溫一啲都冇降過。結果就係身體越來越熱，核心體溫不斷上升。最初可能只係覺得口渴、頭暈、攰，再嚴重啲會抽筋、作嘔、心跳加速，去到最嚴重嘅階段就會出現熱衰竭，甚至中暑。中暑係醫療緊急情況，體溫可以升到40度以上，內臟開始受損，可以致命。每年歐洲因為熱浪而死嘅人數以萬計，呢個唔係嚇你，係真係發生緊嘅事。最容易受影響嘅通常係長者、小朋友、戶外工作者，同埋本身已經有心臟病、呼吸系統問題或者慢性病嘅人。但就算你後生、健康，喺極端高溫下長時間戶外活動，一樣好危險。所以你會發現，熱浪唔係淨係一個氣候問題，而係一個公共衛生問題。而且極端天氣唔只係熱浪咁簡單。你要明白，全球暖化之下，大氣同海洋都儲存咗更多能量。呢啲能量唔會無端端消失，佢會轉化成更強烈嘅天氣現象。結果就係，我哋唔單止見到更強嘅熱浪，仲會見到更極端嘅暴雨、乾旱、風暴同野火。即係話，地球唔係只係變熱，而係整個氣候系統都變得更加失控，更加唔穩定。你諗下，暖空氣可以容納更多水分，所以當佢一旦冷卻，就會一次過倒晒出嚟。呢個就係點解而家啲雨唔係落幾粒鐘，而係1個鐘頭倒晒成個月嘅雨量。同樣道理，熱浪會令土壤變乾，乾咗嘅土地再加熱浪，就會引發野火。澳洲、美國加州、希臘同加拿大嘅山火，年年都燒到一發不可收拾，背後嘅元兇就係呢個連鎖效應。最近全球各地都已經見到呢種變化，好多地方一時受熱浪影響，一時又出現強降雨或者乾旱，天氣完全唔按以前嘅規律去走。以前我哋話4季分明，而家呢個概念已經開始崩潰。呢個係好重要嘅信號，因為代表極端天氣唔係將來先會發生，而係而家已經開始發生。我哋唔係喺度講緊子孫後代要面對嘅問題，而係呢一刻、呢10年，我哋自己正在經歷嘅現實。
科學家已經警告，如果全球升溫超過攝氏1.5度，極端天氣嘅頻率同強度會再大幅上升。而我哋而家已經行緊喺呢條邊緣上面。講到呢度，就要詳細講歐洲。歐洲近年已經成為極端熱浪最明顯嘅例子。你可能會以為歐洲夏天唔算好熱，但其實唔係。多份國際評估都指出，歐洲升溫速度比全球平均仲要快。點解歐洲特別嚴重？其中一個原因係歐洲嘅城市設計，好多古老城市街道狹窄，建築密集，夜晚散唔到熱，形成熱島效應。再加上近年歐洲嘅熱浪嚟得又急又長，好多地方連續1-2個禮拜都維持喺40度以上。近年歐洲多次出現破紀錄高溫，有啲地方甚至連一向比較涼爽嘅地區，例如英國、德國、北歐，都頂唔順。熱浪一嚟，唔單止令市民生活受影響，仲會令醫療系統、電力系統、交通同戶外工作全面受壓。醫院逼滿中暑病人，冷氣用量爆升搞到停電，火車路軌因為太熱而彎曲，要停駛。呢啲唔係個別事件，而係成個社會系統喺極端天氣下嘅壓力測試。而呢個測試，歐洲年年都肥佬。更重要嘅係，熱浪嘅傷害唔係只係感覺上嘅熱到暈，而係真真正正會造成死亡同疾病。2003年歐洲熱浪估計導致超過7萬人死亡。2022年歐洲夏天嘅熱浪又再造成數以萬計嘅額外死亡。呢啲數字唔係熱死，而係因為高溫誘發心臟病、中風、呼吸系統衰竭等間接死亡。而且熱浪嘅影響唔係過咗夏天就冇事，長時間暴露喺高溫下，會對腎臟、心血管同神經系統造成累積性損害。即係話，就算你捱過咗個夏天，你嘅身體都可能已經受咗傷。呢個就提醒我哋，極端高溫已經唔係一個可以輕輕帶過嘅氣候現象，而係實際威脅人類生存嘅問題。咁香港呢？香港絕對唔係旁觀者，香港都係受影響嘅地方，而且影響仲越嚟越明顯。香港天文台資料顯示，過去100多年，本港嘅熱夜同酷熱日數都有明顯上升趨勢。咩叫熱夜？就係最低氣溫都高過28度嘅夜晚。你諗下，夜晚都成28度以上，即係瞓覺嗰陣都唔會涼，冷氣要長開。咩叫酷熱日？就係最高氣溫達到33度或以上嘅日子。數字會說話，2021年香港有61日熱夜，係歷來最高紀錄。2023年酷熱日有54日，熱夜有56日，全部都係高水平。換句話講，香港人而家面對嘅唔止係夏天更熱，而係夏天更長，夜晚更難瞓，身體更難回復。除咗熱，極端降雨都係另一個大問題。極端降雨事件變得越來越頻密，以前可能幾年先有一次黑雨，而家呢，一年隨時有幾次，而且每次落到好似倒水咁。你記唔記得舊年有幾次落咗幾個鐘雨，全港多處水浸，地鐵站入水，馬路邊河流，車浸咗喺路中間，市民要企喺水裏面等救援。呢啲畫面已經成為香港夏天嘅新常態。對香港人嚟講，極端天氣唔係新聞入面嘅遠方事，而係返工返學、出街、搭車、做戶外工作時都可能遇到嘅現實。對於長者、細路同有病在身嘅人，呢啲天氣變化更加危險。所以極端天氣其實係直接改變緊我哋嘅日常生活，唔係第時先算，而係而家就要面對。所以當我哋睇到外國熱浪新聞，其實唔應該只係覺得關我咩事，因為今日發生喺歐洲嘅事，明日好可能就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喺香港。事實上，佢已經出現緊。我哋嘅夏天越嚟越熱，夜晚越嚟越難捱，雨越嚟越大，水浸越嚟越頻密，呢啲全部都係同一條鎖鏈上面嘅環節。我想用一句話去總結呢個現象：當地球發燒，冇人可以置身事外。再講一次，極端天氣唔係將來式，而係我哋而家已經活緊嘅現實。所以大家係夏天一定要記得補水，唔好等到口渴先飲水，因為口渴嘅時候你已經開始脫水。最好帶住水樽出街，
定時定候飲幾啖。第二，避免長時間暴曬，尤其係朝早11點到下晝3點呢段最熱嘅時間。如果真係要喺戶外工作或者活動，記得着淺色、透氣嘅衫，戴帽，盡量揾陰涼位休息。第三，留意天文台警告，當佢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嘅時候，就代表天氣有潛在危險，要特別小心。第四，唔好淨係顧自己，要特別關心身邊嘅長者、小朋友同戶外工作者。好多長者唔開冷氣、唔開風扇，因為慳電，但呢個習慣喺極端高溫下可以好危險。主動打電話問候下，或者上門睇下，可能救到一條命。最後，我想留低呢句說話：極端天氣唔係新聞標題，而係我哋每日生活嘅現實。氣候變化唔再係科學家喺實驗室入面討論嘅題目，而係我哋每個香港人夏天出門嗰陣、瞓覺嗰陣，甚至打開窗嗰陣，都會親身感受到嘅嘢。我哋改變唔到全球暖化嘅大趨勢，但我哋可以改變自己嘅習慣，可以要求社會做得更好，可以保護身邊嘅人。呢個唔係絕望嘅議題，而係行動嘅議題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歡迎分享俾更多人。我哋一齊關注極端天氣，一齊做好準備。鍾意呢條影片記得撳個 like， 訂閱埋我哋腦袋溫泉 Brain Onsen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